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點讀。我好明白喺呢個資訊爆炸，每分每秒都好似同時間競賽嘅大環境入面，想靜靜地坐低睇完一本書，真係一件好奢侈嘅事。返工、湊細路、處理屋企瑣事，每日剩低嘅精力真係所剩無幾。所以點讀呢個頻道嘅成立，就係想做你嘅書本過濾器。我哋會深入研讀心理學、哲學、經濟學，仲有好多實用嘅工具書。將當中最精華、最能夠改變你思維嘅內容提取出嚟，你唔使擔心冇時間睇書，因為我哋已經幫你讀咗。無論你係喺返工途中洗緊碗，定係喺健身室行緊跑步機，你只需要戴上耳機聽我講就得。特別建議大家可以喺臨瞓前聽，喺一個最放鬆嘅狀態下，等呢啲智慧慢慢滲入你嘅潛意識。每日進步少少，日子耐咗，你會發現自己嘅眼界完全唔同晒。今日我想同大家詳細拆解嘅呢本書係一本理財界嘅長青經典，甚至可以話係好多成功人士嘅啟蒙老師。呢本書就係《夾迫的億萬富翁》The Millionaire Next Door。呢本書嘅兩位作者湯馬士史丹利 Thomas J. Stanley 同埋威廉丹高 William D. Danko。佢哋做咗一件好驚人嘅事，就係用咗超過20年嘅時間，針對美國嘅富人階層進行咗大規模嘅問卷調查同訪談。佢哋接觸咗幾千位真正嘅億萬富翁。原本佢哋以為會見到一班買名牌、住豪宅、飲名貴紅酒嘅人，點知結果令佢哋大跌眼鏡。原來真正嘅富豪好多時就住喺你隔籬，揸住架舊車，着住普通衫。今日我哋就嚟睇下呢啲隱形富豪到底有咩秘密武器？要深入了解呢本書，我哋首先要明白作者提出嘅一個核心公式。佢哋將人分為兩大類，一種叫財富累積者 （PAW Prodigious Accumulator of Wealth），即係理財高手；另一種叫財富低效累積者 （UAW Under Accumulator of Wealth），即係理財低手。要衡量你屬於邊一類，作者俾咗個簡單嘅計算方法，將你嘅年齡乘以你嘅家庭年收入，再除以10。如果你嘅資產淨值係呢個數字嘅2倍或以上，你就係 PAW；如果你得一半，你就係 UAW。呢個公式最犀利嘅地方係佢話俾你聽，富有唔係睇你揾幾多，而係睇你留到幾多。好多高薪嘅醫生、律師，因為要維持社交地位而大排筵席，買貴車，結果佢哋嘅資產淨值低得可憐，係典型嘅 UAW。咁呢啲真正嘅 PAW， 即係夾迫的億萬富翁，到底有咩共同特質呢？書入面詳細列出咗7個特質，我哋而家一個一個嚟睇清楚。第一個特質就係佢哋過住遠低於自己經濟能力嘅節儉生活，呢個係致富嘅第一大鐵律。作者發現大多數嘅億萬富翁都非常勤儉，佢哋唔會因為收入增加咗就立即升級自己嘅生活水平，相反佢哋會嚴格控制預算。書入面講到一個對比， UAW 往往會買好貴嘅新車，因為佢哋想睇落去好有錢，但 PAW 往往會買二手車，而且一揸就係揸好多年。佢哋會去平價超市，會用優惠券。你可能會覺得咁有錢都仲咁慳，咁辛苦為咩？但對佢哋嚟講，財務安全感帶嚟嘅快樂遠遠大於物質消費帶嚟嘅短暫興奮。佢哋買嘅唔係物質，係自由。第二個特質就係佢哋能夠高效分配時間、精力同金錢，去達到財富積累嘅目標。呢啲富翁會花好多時間去規劃自己嘅財務，佢哋唔係盲目咁儲錢，而係會研究投資、會記賬、會設定長期嘅財務目標。調查顯示 ，PAW 每個月花喺規劃財務上嘅時間，比起 UAW 多出好幾倍。UAW 往往會花好多時間去研究邊度買名牌有折扣，或者去邊度度假最啱，影相放上社交平台。但 PAW 嘅時間係用喺睇財務報表同埋研究市場。對佢哋嚟講，管理財富本身就係一件需要專業對待嘅事情，唔可以馬虎。第三個特質就係佢哋相信財務獨立比顯示高度社會地位更重要。呢一點真係直指人心。好多人點解窮？因為佢哋太在意人哋點睇自己，
為咗要俾人覺得自己係成功人士，佢哋會去供一架自己負擔唔起嘅貴車，或者買一個要幾個月人工先買到嘅手袋。但真正嘅億萬富翁，佢哋嘅自尊心唔係建立喺呢啲外在嘅標籤上面，佢哋唔需要透過物質嚟證明自己，佢哋更加享受嗰種我知道我隨時都可以退休嘅底氣。喺佢哋眼中，一架車只係代步工具，一個手袋只係用嚟裝嘢。財務自由先係真正嘅尊嚴。第四個特質就係佢哋嘅父母唔會提供經濟門診資助 （economic outpatient care）。呢個係書中一個好特別嘅觀點。作者發現好多富有嘅父母因為愛仔女，會不斷俾錢佢哋買樓、生活補貼，甚至係幫手還債。但數據顯示，獲得父母資助越多嘅仔女，自己累積財富嘅能力就越低。點解？因為佢哋產生咗依賴心理，佢哋嘅消費習慣會被父母嘅財力拉高，而唔係靠自己嘅賺錢能力去支撐。呢啲仔女往往學唔識點樣理財，因為佢哋潛意識覺得總會有人幫我包底。所以作者話，大多數嘅億萬富翁都係靠自己白手興家，冇攞過屋企嘅外援。第五個特質就係佢哋嘅成年仔女喺經濟上係自給自足嘅，呢點係第四點嘅延續。成功嘅富翁父母最成功嘅地方唔係留咗幾多遺產，而係教出咗一班唔使靠遺產都能夠活得好好嘅仔女。佢哋會教仔女勤儉，教仔女點樣投資、點樣創業。佢哋會俾仔女受最好嘅教育，但唔會俾佢哋過度奢華咁生活。咁樣培養出嚟嘅下一代，先至具備持續創造財富嘅 DNA。作者強調，如果你想仔女真正富有，你應該教佢哋點樣自己去捕魚，而唔係每日餵一條魚俾佢哋。第六個特質就係佢哋非常善於捕捉市場機會。呢啲富翁唔係死儲錢，佢哋對市場好敏銳，特別係佢哋會觀察邊啲人有錢。好多富翁嘅事業其實係為咗服務其他富翁或者專業人士，例如佢哋可能會做遺產律師、稅務會計師，或者係針對富裕階層嘅服務業。佢哋明白要揾大錢就要去錢最多嘅地方。佢哋唔會隨波逐流，而係會冷靜分析社會趨勢，揾出邊度有未被滿足嘅需求，然後精準出擊。第七個亦係最後一個特質，就係佢哋選擇咗適合自己嘅職業。書入面提到，雖然億萬富翁來自各行各業，但其實唔少都係自僱人士或者小生意嘅老闆。佢哋唔一定係做最尖端嘅科技，可能係開乾洗店、廢料回收公司，或者係專業顧問。佢哋選擇咗一條可以掌控自己命運嘅路。佢哋唔係追求名聲大嘅職業，而係追求利潤高、競爭相對細嘅利基市場 （niche market）。佢哋明白為自己工作雖然風險大，但收益上限亦都高好多，而且更能訓練出全面嘅商業思維。睇完呢7個特質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下我個人嘅感想。其實隔壁的億萬富翁講嘅唔單止係點樣發達，而係一種生活嘅哲學。我哋而家嘅社交媒體每日都喺度推銷一種快錢文化或者炫富文化。如果你信咗嗰套，你會發現自己跌咗落一個永遠填唔滿嘅黑洞。你賺得越多就使得越多，最後你只會變成工作嘅奴隸。但呢本書話俾我哋聽，真正嘅富有係一種內斂。當你可以唔受外界目光影響，冷靜咁管理自己嘅資源，你先至係人生嘅主人。我發現身邊真正有實力嘅人，往往係最謙虛、最唔浮誇嗰班。呢種心態嘅轉變，比起銀行戶口多咗幾個零，我覺得一樣咁重要。等我哋總結一下今日嘅重點：要邁向富有，我哋要學習第一，控制慾望，生活得簡單啲。第二，花時間去學習理財，而唔係只係盲目工作。第三，將財富定義為自由，而唔係面子。第四，保持獨立奮鬥嘅精神，唔好依賴屋企，亦都唔好等仔女依賴你。最後，要對市場保持好奇心，揾到屬於自己嘅增長點。非常感謝大家今日陪我一齊點讀呢本經典，希望呢集內容可以幫到大家重新檢視自己嘅消費觀同財富觀。如果你想我分享更多關於心理學或者經濟學嘅好書，記得喺下面留言話我知。如果你鍾意呢條片，請幫手 like、share 俾你嘅朋友，仲有一定要 subscribe 訂閱我哋嘅頻道。
你嘅支持係我哋繼續製作優質內容，幫大家讀好書嘅最大動力。我哋期望喺下一集繼續見到你，一齊喺繁忙嘅生活入面揾到智慧嘅光。最後，我想留低一個問題俾大家，帶返屋企思考。如果你今日開始唔再買任何為咗俾人睇嘅嘢，你每個月可以慳返幾多錢？而呢筆錢，如果你攞去投資，10年後會為你帶嚟點樣嘅自由呢？歡迎喺留言區同我哋分享你嘅睇法，下次見。